那旁边那个收起，那旁边那个收起，好。这个散呢？啊？这个散呢？哦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都拢小鱼啊啦。你只要我较散，跟麻烦点。是安怎？啊？检查讲有啥物问题？啊，就烧你看来。烧一定是有倒位有发炎啊。啊？一定是倒位有发炎，有迄落。